想投資加密貨幣，第一步就係揀一個安全可靠嘅交易所。我自己用 OKX， 因為界面簡單，功能齊全。首先，去手機商店下載 OKX App。打開 App 後，點擊註冊賬戶，只需要電郵或者電話都得，十分快捷。跟住畫面指示填資料呢，記住，啱啱開始仲有優惠碼可以輸入，交易手續費即減。輸入你嘅電郵地址，記得用平時用開，經常 check 電郵，咁樣先會第一時間收到系統通知。輸入完，下一步，系統會發一個驗證碼去你 email inbox， 拎嗰6位數字碼輸入返落去完成驗證。呢個步驟好重要，千祈唔好漏咗。同時加埋手機號碼做雙重驗證，將安全度提升多一重。收到確認短信之後，照指示輸入返就 OK。咁就算被人拿咗密碼，冇你手機都入唔到。最後記得開埋 Google OTP 動態密碼，下載 Google Authenticator， 掃描 OKX 提供嘅 QR code， 再入返 App 輸入一次驗證碼，咁就3重保護，超安心。加強賬戶安全，最好做埋 KYC 認證，提交身份證明，確保財產有保障，防止賬戶被盜或者凍結。用完孖住都好方便 Tilde。